2、1，请分享，来大力的捶打，大力的捶打。透过木槌大力讲酒桶的歌，这项日本过年也是庆典的传统开件，就是要将台南农产外销的成果甲所有市民分享。因为台南市今年3月到7月期间，市长委托选领合作社甲农会等单位，已经将咱优质的青果农产销往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加拿大以及纽西兰这6个国家，成功将台南农产抢占国际市场。罗局长表示，前半年青果出口已经超过4500吨，农渔产产值超过4亿。咱农民以后其实品质够好，咱迄个市府这边叫咱相关的这加工品这业者，咱大家做已经真拍拼。第一个品质顾好，第二稳定的供货，第三，咱遮这农业做地计划性生产，我想这是对咱农民一个上界大的保障。台南农产的好品质甲稳定数量，就是吃小饼外销的坚持。市长强调，咱行出中国禁止进口农产的难关以后，持续开拓国际市场，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是非常成功的农特产品外交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外交。我们借这个机会，跟许多好朋友报告，那我们会持续努力，让台南农民的努力、农民的成果、农业的成果，让全世界都看到。记者会中所呈现的青果甲农渔产品，拢是咱成功销往海外并持续落订单的产品。特别伫宣影往来产柜进入尾声以后，接续文旦的盛产，其台饼通路再创销售高峰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